哇哇哇哇哇，腳全部都係腳啦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港鐵月台同車廂入面竟然有痴漢攞住部手機，明目張膽咁偷拍，而且唔係偷拍一條片，而係足足偷拍咗成300幾條片，全部都係陌生女士嘅腳、下半身，甚至貼到極近嘅身體部位添啊！究竟係咩人咁變態呢？日前就有網民喺 Facebook 度出 post 提醒各位女士見到呢個男人要記得保持距離，仲講到佢會貼到勁埋咁樣影 pat pat 同埋胸。報警嘅話，如果冇受害人得人證嘅話，都會放佢走。佢長期喺中環同埋柴灣嘅月台嗰度坐，而喺呢個 post 嘅影片都可以見到痴漢部電話裏邊有成300幾條偷拍片段，大部分都係女士們嘅下半身同埋腳。哇，青冇病啊！咩有屎忽牙嚟㗎？而被揭穿嘅痴漢雖然冇反駁冇解釋，但係依然口硬咁講：我掂下啲咯，而最後可以喺 post 主嘅後續圖片度見到，對於呢個地鐵痴漢嘅行為已經報警處理，並 post 出疑似呢個痴漢嘅 IG profile， 仲寫到 No matter what they say。哦，睇嚟呢個痴漢唔理其他人講咩，原來就係為咗偷窺。唔少網民睇完呢段片之後都睇到火滾啊！因為畫面入面見到嘅係明顯帶有重複性，甚至已經成為習慣嘅偷拍行為。更令人心寒嘅係，對唔少女士嚟講，自己喺幾時喺邊度以乜嘢方式被偷拍，可能係一直都毫不知情。而喺同一嘅時間，喺同一個 thread post 嘅留言區入面，亦有另一段影片，引起唔少人注意。呢個網民上載咗另一條同樣喺港鐵，不過就係發生喺車廂內嘅片段，並直言有人證物證，有受害者都告唔入噶，因為佢哋話冇 CCTV 影到，加唔係影波啦或者 pat pat。可以見到一名身穿紅色短袖上衣嘅中年男子喺港鐵車廂內攞住手機，表面上似乎只係低頭撳電話，但透過佢身後車廂玻璃嘅反射，就清楚見到佢手機其實正在打開相機，而且仲刻意對準前方一名身穿白色連身裙嘅女乘客胸部位置。靚仔啊，我係咪好好睇啊？係咪好好睇啊？開相簿啊！但女事主就繼續要求佢打開相簿嘅時候，就見到佢呢個痴漢就即刻開相簿度將啱啱影到事主嘅相片刪除，而呢一個動作幾乎已經間接證實佢當時係的確偷拍緊事主嘅。同一時間，兩條港鐵偷拍影片流出，瞬間引起唔少網民嘅關注。頭衰案搞到咁光偷影，捉過2次都係因為玻璃反光，所以見到。仲要偷拍，留返嚟打飛機肉啊！另一方面，亦有網民將討論焦點轉向法律層面，質疑現行法例對偷拍行為嘅界線，令執法同追究出現灰色地帶。因為喺香港影人，只要唔係影裙底，其實真係接近100% 合法。只要唔影私密部位啊，按照香港法律都好似冇罪嘅。亦有較為理性嘅留言，嘗試補充法例細節，指出未經同意拍攝他人私密部位本身已經涉及刑事責任。拍攝某人嘅私密部位，並且此行為未經當事人同意，即屬違法。而對於部分留言，事主亦有現身回應，直言即使有影片有對質，實際處理過程仍然令人感到無力。搞咗2-3個鐘，警察最後都係放走佢。就網民關注偷拍行為係咪構成刑事罪行，香港其實早喺2021年已經正式引入窺淫罪。根據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，凡涉及偷窺或未經同意拍攝他人私密部位，包括俗稱影裙底同埋高炒影胸，都有機會觸犯刑事罪行，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。而呢兩條影片之所以引起廣泛討論，唔單止此行為本身令人不安，更反映出一個現實問題：喺光天化日、人來人往嘅公共交通空間，偷拍行為依然存在，而受害人往往只能靠自己即場出聲去阻止下一次嘅傷害。踢拉踢進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踢拉各社交平台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